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工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电推小姐。我今仔日就无想要来上班呢，因为阮头家叫我爱加班，有够讨厌。咱即摆要讲的主题就是张。张汉字写作张，罗马字写作德阳张。张第一条，台南腔讲做张。张是一款咱人甲人意见袂合时，调工甲人调，无要甲人合作的情绪。咧张的时阵，大部分拢是咧生气。调好啦。有当时咧张的人会利用对方介意伊、疼伊来张，尤其是囡仔还是男女朋友。有当时咧张的时会挂生奶，用软步互对方改变行为，顺家己的意。做人爸母拢知影，囡仔人上高张，要困张唔困，要食饭张唔食饭，要甲伊洗身躯，就张无要洗身躯，真正是无法度用呢。甲张我意的词有晒太、张大。其实会互人感觉张的人咧张洗面、激歹头，嘛会使讲就爱张的人有张撇。后生就是咧讲理啦。冤家冤死的人有时嘛会张，是希望对方热闹。来甲高正，有一句俗语讲：高正新娘唔放尿。意思是讲一个人真歹参详，像新娘咧张唔放尿，安怎较高正拢无效，这就是张了伤过头啊啦。讲到张冤家，阁有一句俗语讲：无冤无家，无成夫妻。意思是咧讲翁仔某加减拢会冤家，若拢无冤家，颠倒无成夫妻。六张在太，张大，张洗面，激歹头，高正新娘唔放尿，无冤无家，无成夫妻。久久一摆生气使性地，可能会互人感觉真高知。若定定伫遐张可能别人嘛会对咱无耐心哦。今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